第28届联合国气候峰会12月初2就要煞稿啊，也毋过目前针对渐渐淘汰化石燃料这项议题，大家是进度无啥顺利的，因为目前中国甲沙烏地阿拉伯拢无支持这个方案。另外，美国来推动发展核融合的技术，希望讲这个供应链甲法规会当愈来愈周全，来扩大零碳能源的使用。2023年是有记录以来上大的一年，出席今年联合国气候峰会的200多个国家，目标定出减缓气候危机的行动计划。不过，第一版协议草案提出，逐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，稍后石油大国沙烏地阿拉伯坚決反對。那第7個提出的第2版本內容，改列3個選項，除了意思逐步淘汰淨化燃料，第2選項是加速淘汰無使用碳收集技術的淨化燃料，最後一個選項是完全無公告相關內容，受到中國甲沙烏地阿拉伯的支持。And so phasing down is not an option. One, it is simply not enough to meet the crisis. It is not ambitious enough. It is not bold enough. 根據國際氣候行動組織聯合發布的報告，今年至少有2400個支持化石燃料的遊說團體登記出席氣候峰會，比去年增加4倍較濟。那往年伫氣候峰會場外，會當講攏會有環保團體舉行大規模示威。今年這個活動所予主辦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金聲。The transition oil and gas will remain for quite a long time. Some people outside will say it's not enough. I think it's really worth. 美國是伫大會宣布推動國際參與發展核融合技術，作為新的零碳能源選項。核融合透過氫原子結合成海，過程中釋放真大能量，被產生放射性廢棄物，方認為會當取代化石燃料作為日常使用的能源。美國毋望未來伫核融合研發、供應鏈加法規定5個領域會當有更加濟國家合作。公司新聞劉顏美。